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，因为这个中国迫害到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，所以瑞典服装的大牌子 H&M 来宣布讲，我用新疆棉。结果是伫中国引发到一连串抵制风波，多参进前捌表态的大牌子 Nike、艾迪达等等，嘛来扫到红台尾，叫伊嘛来退出到中国。啊，这个抵制风波嘛炭烧到演艺界。进前帮遐牌子来代言的艺人，包括陈奕迅、彭于晏、张钧甯、许光汉、欧阳娜娜等等，拢徛中国迄边，因来发表声明，讲全力来挺这个新疆棉，甲遐品牌来解除掉代言的合约。有代言性骗有案，张钧甯真侪艺人做翕广告，艾迪达品牌真有魅力，不过即马却因为新疆棉踢到铁帮。21年3月25日，因为中国打击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议题，瑞典品牌 H&M 宣布停用新疆棉的原料，嘛会和当地工厂合作。想到中国网友就来抵制，佮叫有代言过艺人出来讲话。代言艾迪达真侪年的代言性骗有案，张钧甯拢透过工作室发表声明，宣布和品牌解约。好不吗？伫中国发展的艺人柯光汉，接普卖代言遮年晚，即马嘛宣布解约。做 Converse 代言人的欧阳娜娜，嘛讲袂阁和因合作，其他亲像 Uniqlo 和有的大品牌，拢面对代言人解约的问题。不过近期记者纠正张钧甯经纪人，电话关机无联络到对方。台湾的品牌业者是讲，还未收到进一步的相关消息。